群细字，讲到这坎，大家知影讲西犁永早人讲叫做拳头寿。国政顶日嘛捌讲互朋友听，讲若要拳头好，就要来西犁讨。拳头是啦。照讲，古早台湾人咧讲练武，即句较少讲。大家拢讲练拳头，毋晓有一寡俗语话，甲拍拳头练功夫拢有牵连。我来讲，互你参考看卖。头一句咱讲，徛着位，看样练拳头，有影啦。有当着啊，拳头练几落管，假使讲你徛了就风势有着。啊，总是吼，人袂用定定靠好运呢，袂用定定想讲我徛着位，我看样练拳头毋免练呢，无影啦。你着爱认真练，着爱骨力练，基础着爱拍好。这就是西犁七坎，就是阿贤西的精神。啊，讲到拳头，原来有一句俗语话，这较拍俏谈，毋过嘛事实。迄句讲叫做搅风拳头棒，啥做搅风拳头棒？煞毋知影讲搅，跋搅的人吼，拢介咬臭弹啦。你若昨赢搅吼，明明都赢几千块啊，转来就甲某品呢，吼，昨赢10外万，这叫做搅风啦。啊，拳头棒嘛共款。拳头有连2冠啊，毋过讲就讲吼，我拍过18当人阵的啦。顶日啊吼7、8个，甲我围咧拍，我毋若切啊拍，切啊走呢，搁结倒因7、8个，这就是叫做搅风拳头棒。有当着啊吼，风声放影的代志，咱都毋通听。啊，若甲安尼食，讲到拳头，评论即个拳头中间，也是有人生的哲理呢。另外，讲2句俗语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其中一句讲做。学拳3冬，放拳3工，这句真简单。你敢若土想就知影，就是讲3日无溜就爬上树。学拳头爱学3冬呢，你若要放3工无训练，技术就当着啊就放弃啊，功夫就放无去啊。啊，另外人佫一句话咧讲，讲未学拳爱先学艺，有影啦。因为练拳头下来杀去，拍着伤用的，所以你药理、病理一定爱捌。这也亲像国政顶日咧讲互大家做参考的，讲一长腿就爱留3笑后。咱想代志毋通拢干那想要冲、想要拼，就要原来想翻头。啊，佫有剩后步无？啊，讲到西犁七坎，国政啊，就想到一条真好听台湾歌谣，就是5、6天广告内底聊天顶，西犁昏暗的乱水阿贤西，这原来对西犁七坎来。啊，聊天顶的主题曲。或者英雄好汉，我来讲互朋友听看卖咧。这条歌词讲什么是好汉，论什么是英雄。人间冷暖情为贵，世事沧桑愈坚强。溪水洗袂去内心的创伤，望啊步破摇当作是梦想。毋是男儿爱挺强，争自由为理想，赌博安良。爱匆匆命茫茫，刀枪铺路也着冲，这才是咱台湾心目中的英雄。是啦，这条聊天顶传奇人物的主题歌，真久毋捌听。这是一种英雄人物的精神。啊，毋过现代英雄有当着啊，毋是讲甲人拼文拼武呢，那会当带动互人安慰，会当安慰身躯边的人的心灵，这也是一种英雄的表现。